有这个国民法官法第一立法院三读过关，蔡总统伫个面册表示，人民参与司法强审强判的新时代开始了。蔡总统讲，国民法官制比较较适合台湾的制度。 2020亚洲升级大会开幕，总统蔡英文亲身剪彩，因为立法院伫昨三读通过国民法官法，国民团体共款不满讲无陪审制。 我们真的花太多时间在制作所谓参审跟陪审制度的争辩啊。可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国民法官制哦，确实它比较适合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。 蔡总统嘛伫面册顶面写讲，人民参与司法强审强判的新时代开始啊！针对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有几个派去访问印尼，那也指控讲是为了个人的利益。要提出指控啊，必须要有证据嘛哈。那也不要用片面的资讯啊，把它串联起来，编织一个臆测性的故事哦。做相关报道或者要指控的人，必须要尽查证的义务。 领3月关，前总统认为讲，这个程序真复杂，所以有淡薄仔惊惊。我自己也到超商去啊，领的速度其实还算好啊，对，也算快啊。那全台湾有这么多人，上千万的人去领了哈。那所以我要跟马前总统讲说。 不要害怕，赶快去，一点都不困难。那叫马前总统莫惊，蔡总统嘛讲，行政院有搁编2100亿的特别预算，补助相关的产业。在疫情期间，维持基本的能量，保障员工产业动能未流失。